大家好啊！今次嚟到日本最主要係為咗睇煙花祭，為咗今次睇煙花，仲租借和服浴衣，一日連化妝 set 頭。你哋話我着得好唔好睇？而家係下晝傍晚時分就開始放煙花啦，好期待啊！呢度咁多人，有秩序地一齊去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，好熱血啊！講住咁多先，去片，Let's go！